当今社会生活节奏越来越快，很多人都在忙碌的日常中面临住如何保持健康饮食的挑战。由于时间有限，外食或快速方便的加工食品成为许多人的首选，但这些选择往往不够健康，长期下来对身体不利。与此同时，人们对于美食的热爱并没有减弱。这让许多人开始寻找一种平衡，如何在短时间内烹饪出既健康又美味的料理。这篇文章将分享一些快速、简单且健康的食谱，同时介绍一些具特色的料理，帮助大家在繁忙的生活中也能轻松享受健康美食。健康饮食的原则。在分享具体的食谱之前，了解一些健康饮食的基本原则十分重要。现代营养学提倡均衡饮食，强调应该适量摄取碳水化合物、蛋白质和脂肪，同时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。以下是几个简单的饮食原则：一、多样化的食材，每天的饮食中应该尽可能包括多种食材，这样才能确保不同的营养成分被摄取到。二、少加工，重天然。天然食材的营养价值往往高于经过多次加工的食品，避免过多添加剂、糖和盐分的食品会有助于保持健康。三、控制食量，过量饮食会导致肥胖和健康问题，尤其是高糖、高油脂的食物。适量进食能够帮助保持健康的体重。四、均衡营养，每餐应该保证碳水化合物、蛋白质、健康脂肪和纤维的均衡摄入。快速简单的健康食谱。一、5分钟燕麦早餐碗。这道食谱适合早上时间紧张的人群，既快速又营养丰富。只需5分钟，你便能准备出一碗满是能量的健康早餐。材料：燕麦片1-2杯，牛奶或植物奶1杯。香蕉1根，蓝莓1小把，坚果若干，杏仁、核桃等，蜂蜜1茶匙，可选。步骤：一、将燕麦片放入碗中，倒入牛奶或植物奶，放入微波炉加热2-3分钟，至燕麦变软。二、香蕉切片，加入燕麦中，再加入蓝莓和坚果。三、淋上一点蜂蜜，拌匀即可享用。这道早餐营养均衡，包含了丰富的纤维、抗氧化剂和健康脂肪，帮助你一早就能充满活力。二、鸡胸肉蔬菜沙拉。简单的鸡胸肉蔬菜沙拉是一道低卡路里的营养餐，非常适合减重或想要保持健康饮食的人。这道食谱只需要10分钟即可完成，而且材料简单易得。材料：鸡胸肉100克。生菜1小把，小番茄5颗，黄瓜1根，橄榄油1汤匙，柠檬汁1汤匙，盐、黑胡椒适量。步骤：一、鸡胸肉煮熟后切片，放置一旁。二、生菜洗净，小番茄切半，黄瓜切片。三、将所有食材放入沙拉碗中，加入橄榄油、柠檬汁、盐和黑胡椒拌匀即可。鸡胸肉是低脂肪、高蛋白的食材，搭配上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的蔬菜，是一道理想的午餐或晚餐选择。三、蒜香菠菜炒蛋。这道炒蛋是非常经典的快速料理，营养丰富，制作时间不到10分钟，尤其适合晚餐或快手午餐。材料：鸡蛋2颗，菠菜1把，蒜末1瓣，橄榄油1茶匙。盐和黑胡椒适量。步骤：一、热锅后加入橄榄油，放入蒜末爆香。二、加入洗净的菠菜翻炒至软，加入少许盐调味。三、打入鸡蛋，快速翻炒至鸡蛋熟透，最后撒上黑胡椒即可。这道炒蛋富含蛋白质和维生素 K， 制作简单，非常适合需要快速准备餐食的时候。四、意式青酱全麦意大利面。意式青酱意大利面是很多人喜爱的经典料理，而使用全麦意大利面和健康的橄榄油青酱，则使这道料理更具健康价值。材料：全麦意大利面100克，青酱2汤匙，
橄榄油1茶匙，松子1汤匙，帕玛森起司适量。步骤1：煮熟意大利面，捞起沥前。2: 在热锅中加入橄榄油，放入青酱，轻轻翻炒。3: 加入煮好的意大利面和松子，拌匀后撒上帕玛森起司即可。全麦意大利面提供丰富的膳食纤维，而青酱中的橄榄油和松子则是健康脂肪的来源。这道料理非常适合平日想要吃点特别却又不想太复杂的时候。具特色的料理分享。除了简单的健康食谱外，本文还将介绍一些具特色的料理。这些料理不仅美味，而且能让人从不同文化中感受到饮食的多样性。泰式青咖喱鸡。泰式青咖喱鸡是一道风味浓郁的料理，独特的咖喱香味让人回味无穷。虽然听起来复杂，但这道料理其实并不难制作。材料：鸡胸肉150克，泰式青咖喱酱2汤匙，椰奶200毫升，茄子1根，柠檬叶2片，鱼露1茶匙，椰糖1茶匙。步骤1：鸡胸肉切块，茄子切片备用。2: 热锅后加入青咖喱酱炒香，加入椰奶和柠檬叶。3: 加入鸡肉和茄子煮熟，最后加入鱼露和椰糖调味即可。这道料理以椰奶的香甜搭配青咖喱的辛辣，非常适合喜欢尝试异国风味的美食爱好者。2: 墨西哥鸡肉卷。墨西哥料理以其多样的香料和丰富的配料闻名，而鸡肉卷是其中一道受欢迎的经典小吃。这道料理可以作为午餐或晚餐的选择，简单而美味。材料：玉米饼皮2张，鸡胸肉100克，红椒1-2个，酸奶油1汤匙，番茄酱1汤匙，盐虽少许。步骤1：鸡胸肉煮熟后撕成丝，红椒切丝备用。2: 将玉米饼皮在锅中加热，加入鸡肉、红椒、酸奶油和番茄酱。3: 最后撒上盐碎，卷起饼皮即可享用。墨西哥鸡肉卷简单却充满风味，酸奶油的酸甜搭配鸡肉的嫩滑，让这道料理口感丰富。结语：快速简单的健康食谱并不等于无趣或单调，只要善用食材搭配和简单的烹饪技巧，即使在繁忙的日常生活中，我们也可以轻松享受美味且健康的餐食。本文分享的食谱，无论是早餐、午餐还是晚餐，都可以成为你的日常灵感来源。同时，特色料理的引入也让饮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。只要有心，即便时间有限，也能在家轻松享受健康与美味的双重乐趣。